继续来看艺人黄子佼，因为有未成年的性影片，一审被判刑8个月，这个判决书现更了。黄子佼讲，伊买这影片是为着要讨解压力，而且是随机来选买，并无特别经未成年的影片。不过法官无要采信，法官痛骂着黄子佼拢无忏悔，所以要互伊假罪，也就是讲，只要判决确定，黄子佼就要抓去关。这次一样不会认证吗？会担心老婆被传唤吗？黄子佼涉嫌持有未成年性影像，十月2259起，一审封判8个月。宣判迄天依然无来，委任律师听判了后，嘛无加做回响。律师会再上诉吗？如今判决书写出来，伫咧2014年2月12日，就将做创起书房违法的黄子佼，讲买性影像是为着讨绑压力，凊彩买的，正讲唔知影片是未成年，为网络聊落来，有诶慢慢看过。强哥对指控有承认吗？承认吗？真侪位被害者向法院请求判重刑，不过黄子佼伫法庭拒绝认罪，嘛无愿意和被害者和解。法官无伫咧信透黄子佼的讲法，因为会对话记录会当看到黄子佼要求论断管理员拍开无多该押述的档案。法官认为伊伫咧买时就知影是离小性影像，咁无看完并毋是重点，命黄子佼真高正，佮无新增犯罪，看袂出有悔改，就无宣告假罪。41人，那请问这是真的吗？你们今天心情还好吗？被害者过去伤痛，便若想到心肝就亲像点着了火，敢希望司法会当还互因一个公道。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